大家好，我係 Andy，一個從只得8毫子零用錢到財富自由嘅香港人。今集繼續 Trading in the Zone，賺錢再自然不過。一個信念轉變令我賺過百萬。喂阿龍，我發覺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又點啊？我明明睇得好準㗎，呢個位呢個形態，歷史數據顯示有80%機會會升，點知我搏完之後，佢永遠都係跌嗰2成。你嘅問題唔係睇得唔準啊，而係你永遠用自己嘅角度去睇個市。自己嘅角度？咁仲有咩角度啊？我唔用對眼睇，唔通用個屁股睇啊？你梗係用對眼睇，但係你睇嘅方法錯晒。你成日覺得呢個位應該升，因為歷史數據咁講，因為你嘅分析咁講。但係你有冇諗過市場自己點諗？市場點諗？市場又冇腦，點諗啫？市場有集體智慧，而且市場有錢啊，錢會流向佢覺得安全嘅地方，會避開佢覺得危險嘅地方。你成日諗住我覺得，但從來冇諗過市場覺得。咁即係點？你要學識用市場嘅角度去睇嘢。我問你啊，你知唔知最頂尖嘅交易者同你有咩分別啊佢哋有內幕。 ？No，最頂尖嘅交易者真心相信一件事，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任何事？咁仲使分析嘅？亂咁買咪得咯。你又誤會咗，相信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唔係叫你亂咁買，而係叫你唔好俾自己嘅預期綁死。預期？我梗有預期啦，冇預期點 trade 啊？你有預期冇問題，但要分清楚預期同信念。你嘅預期係我覺得佢會升，但你嘅信念要係佢都有可能跌，都有可能升，都有可能橫行，都有可能裂口低開，乜都有可能。哇，咁即係乜都冇講過。你咁諗，你永遠都唔會明。你諗下，你上次交易之前，你有冇諗過，如果今晚特朗普突然講嘢，或者阿爺突然出政策，或者大戶突然掟貨，會點？梗係冇啦，我睇圖啫嘛，點知咁多？問題就喺呢度，你以為睇圖就知晒，其實圖表只係反映過去，而將來係可以有無限嘅可能。只要有一個交易者，一個決定用一個你估唔到嘅價錢買或賣，個市就可以去到你估唔到嘅位。一個交易者咁誇張？我講個故事你聽。以前有個好叻嘅分析師，用點陣圖預測大豆嘅支持阻力，準到癲。有日佢同個退咗休嘅場內交易員一齊睇市，佢話呢個位係今日最低位，一定會彈。個老鬼二話不說，打個電話去場內賣出200萬份大豆。30秒之後，大豆插咗10美分。然後佢轉頭問個分析師：而家你話個底喺邊？哇，咁都得？點解唔得啊？只要有人肯掟，個市就可以跌。你以為你睇到嘅嘢就係真理？喺市場入邊冇真理，只有力量。咁我點玩啊？我點知幾時有個大戶出嚟舞高弄低？你唔使知，你只需要接受呢個現實，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然後你要做嘅就係用呢個信念去設計你嘅交易。設計？點設計？首先，你每次入市之前要定義風險，即係如果發生咗你估唔到嘅事，你最多輸幾多？唔係諗住，而係寫低 set 好止蝕 order，唔好改。我有 set 指示㗎。你有 set，但係成日教嚟教去，驚俾人震走，結果一嘢就懟穿。又係。第二，你要系統性咁鎖定利潤。你而家賺嗰陣，成日諗再等多陣，可能仲有，結果就倒輸翻轉頭。你要有個機制，話走就走，唔好諗。但係如果走咗之後賣飛呢？賣飛咪賣飛咯，關你咩事？你嘅目標係賺你嗰段，唔係賺全世界。你成日想賺盡，結果係賺唔到。唉，知易行難。梗係難啦，唔係個個都發達啦。但係你要明白，呢啲唔係技術問題，而係信念問題。你一日唔真心相信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你一日都會俾自己嘅預期綁死。咁點先可以真心相信？你要由細微位開始練，
每一次入市前同自己講呢鋪可能贏，可能輸，可能打和，可能裂口，可能停牌，乜都有可能。我控制唔到結果，只能夠控制自己點做。咁樣呃自己有用咩？我又唔覺得係呃自己。你諗下，你細個怕鬼，後尾點解唔怕？因為你發現原來鬼都係人諗出嚟嘅。同樣道理，你驚輸係因為你覺得輸係好大件事。但如果你真心相信輸係成本，係贏錢過程嘅一部分，你仲會唔會驚？可能會好啲。仲有，你要學識聚焦而家。你成日將而家同過去連埋一齊。上次輸咗，所以今次驚；上次贏咗，所以今次有信心。但每一筆交易都係獨立㗎，同之前冇關。但係好難唔諗喎，個腦會自動諗。係啊，因為你個腦天生會聯想，你要刻意訓練自己，每次見到信號就當係第一次見到，唔好諗之前。好似冥想咁樣。類似啦，你要令自己嘅思想開放，願意接受任何可能性，而唔係一味覺得應該係咁。咁如果我做到，係咪就好似你咁成日喺度嘆奶茶？嘆奶茶唔係因為我叻，而係因為我唔掙扎。我入市之前已經諗好晒，輸幾多，贏幾多，幾時走。入咗之後，我都唔使諗，只需要執行。贏又好，輸又好，都係咁過。聽落好輕鬆。梗係輕鬆啦，因為我唔使同自己打仗。你呢？你日日喺度同自己打仗，又想搏，又驚輸，又想走，又驚 miss。你咁打法，未贏錢先要贏自己。咁我而家開始試下用任何事都有可能呢個角度去睇市。記住，唔係口講，而係真心相信。如果你真係信，你唔會再問點解我睇啱但輸錢，因為你會明白睇啱同贏錢係兩回事。點解係兩回事？你睇啱，但可能 timing 唔啱；你 timing 啱，但可能大戶出手。大戶冇出手，但可能你驚青早走。變數太多啦，你控制唔到，你只能夠控制一樣嘢，你嘅反應。反應？係啊，市場做咩，你點回應？唔係你預期市場做咩，然後跟住做，而係市場做咗 A，你做 B；市場做 C，你做 D。你呢，永遠都係市場應該做 A，所以我做 B。結果市場做咗 C，你就企喺度啦。又係，我成日都係咁。你要學識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即係隨時準備好接受任何可能性。當你預備好接受任何事，你就唔會驚，唔會猶豫，唔會錯過。聽落好似好高深。高深在於你要放棄控制。你以為你可以控制結果，其實你唔可以，你只能夠控制過程。當你接受咗呢一點，你就自由。自由？係啊，自由。好似你而家咁，成日俾自己嘅預期綁死，邊有自由啊？你係自己嘅囚犯咋？哇！你講到我咁慘。我係講事實咋？你想唔想做自己嘅囚犯？梗係唔想啦。咁就要改。由今日開始，每一筆交易都當係一個實驗。你唔係去證明自己啱，而係去觀察市場會點行。觀察？係啊，你係科學家，市場係你嘅實驗室。你嘅任務就係記錄數據，唔係爭贏輸。但係真金白銀喎。真金白銀都係數據，你輸咗就係數據話你知呢個方法有問題，或者呢個 timing 唔得。你學到嘢就唔算真係輸。咁我輸咗咁多次，應該係博士級啦。哈哈，你係博士級，博士級嘅死不悔改。妖！今集同大家分享咗 Trading in the Zone 第6章市場的角度，以下係4個關鍵重點。1. 最頂尖交易者同一般人最大分別就係佢哋真心相信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典型交易者好容易俾最近幾單 trade 嘅結果影響，贏咗就過分自信，輸咗就驚。但頂級交易者完全唔會受上一單或前幾單嘅影響。佢哋對每一單 trade 嘅風險判斷都唔會俾自己嘅心理狀態左右，最核心就係堅定接受市場永遠不確定。2. 成功交易嘅基礎信念：市場永遠有不確定性，
任何一刻都可以出現任何事。市場最基本嘅特徵就係任何一刻都可以做任何事，只要有一個交易者肯行動，價格就可以去到任何人想象嘅極端。頂級交易者因為深信呢一點，所以會預先定義風險，毫不猶豫止蝕，系統性鎖定利潤。一般人唔信，所以覺得唔使做呢啲嘅，結果一次又一次犯大錯。3. 要成功就係訓練自己完全聚焦而家嘅機會流。好多交易失敗源於將現在嘅情況同過去交易結果聯繫起嚟，產生不切實際嘅期望同恐懼。頂級交易者學識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保持思想開放，唔預設市場一定會點行，願意接受未知，咁先可以真正從市場角度睇到機會，甚至進入鬆。4. 知道同接受係兩回事，唔接受心理現實就永遠唔會成功。大部分人以為做好市場分析就夠，但其實交易環境同日常生活完全唔同，需要適應同改變思維方式。知道不確定性，要止蝕等原則，唔等於相信同做到。要徹底解決內心衝突，建立任何事都會發生嘅堅定信念，先可以自然地用概率思維交易，避免情緒同金錢上嘅自殺行為。鍾意呢一集就 like and subscribe，share 俾朋友。我哋下集再見，Thank you。